我觉得徐派唱段今天只唱一段，郑老师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觉得我们还没过瘾，是不是？大家也知道哈，郑老师跟我们芳华的这梅花奖获得者，这个著名的王牌花旦李敏呢有过合作，也就是经典的《红楼梦》。郑老师跟黎明老师呢，已经合作了《红楼梦》之后呢，已经参加了这个国家大剧院的演出，非常的成功。所以大家想不想重温一下这段经典呢？